大家好，歡迎到堪記士多。早幾集我哋睇完諾定咸嘅附近一啲活動，重溫埋上年嘅法國之旅。今集就應該係大家好中意睇嘅主題，就係喺諾定咸繼續睇樓。我哋會睇4間樓齡由3年幾去到10幾年嘅半新樓，既有大型嘅發展商，亦都有啲細型嘅項目，由 Mid Terrace 到 End of Terrace 去到 Detached。嗰啲就係 NG3 嘅 Mapley、NG4 嘅 Gatling， 仲有個 NG14 嘅 Braden Joyce。價錢最貴嗰棟開價咧就係26萬鎊，聽落性價比都好似幾高。唔知睇樓嘅時候會有咩睇法呢？今次我哋仲會加入呢個 AI 分析，最後尾咧將呢4個盤同我做一個排位，唔知佢哋得到幾多分呢？睇片之前提下大家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撳埋個鐘掣，有新片咧就要通知大家。如果中意呢條片，亦都可以用粉絲推介，令到更加多人可以睇得到。好，即刻去睇樓。我哋由比較舊啲嘅呢棟開始睇起，佢於 Gatling NG4 裏邊，不過咧佢唔喺山上邊，佢咧就靠近 Netherfield 位置，主路咧交通相對冇咁繁忙，而佢咧就好似一個屋苑咁樣屈咗入去裏邊，自成一角，環境清幽。另外佢哋屋苑咧擁有呢個露天停車場，每個單位都assign咗一個車位。如果有朋友探訪或者多嗰架車咧，就可能要派喺屋企嘅門口度啦。呢棟3層嘅中間排屋，我觀察落咧都幾靚，幾新淨。樓齡咧就係大概18年。而家業主咧就一手業主，佢仲擁有一架名貴嘅跑車，睇嚟都住得幾好。唔知屋企裏邊嘅裝修係點呢？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3層夾埋就大概1050尺，基本上咧睇落都好似一間新屋一樣，保養得宜。而且應該做過唔同嘅翻新，睇得出佢嘅用料比較高級，有啲格調。樓下客廳做一個 feature wall 可以掛上電視，亦都係近年好興嘅垂直木條嘅設計。我哋行入去廚房，見到啲地磚咧都幾新淨，櫥櫃門咧都保養得宜。不過嘅設計咧可能有少少 outdate， 但我覺得都唔差嘅。如果要求唔高，唔使咁 modern 嘅話，其實咧都可以繼續 keep 翻。隔離咧就係 WC， 道門咧就留咗呢個嘅灰肉色，襯落去咧都幾靚。洗手間亦都非常之整齊，設計簡約，睇落亦都幾新淨。我自己就幾中意啦。我哋而家行出去呢個玻璃門睇下個 garden 先。garden 咧就唔算大。後邊亦都整咗一個屋仔，可以擺放雜物。由於範圍唔大咧，相信好易打理。如果對於一啲唔想花時間打理 garden 嘅朋友咧，可能都幾適合。外牆咧都係好新淨嘅。我哋上去1樓度睇下先。呢度咧有間大嘅雙人房同埋一間細房，另外咧仲有浴室。我哋睇下大啲嗰間房先。面積都幾大，擺完雙人床，仲有大量嘅空間。牆紙咧，我覺得設計都幾 modern 簡約，有啲品味，而且整體咧都非常之新淨，可以咧淨係買啲家私翻嚟就即刻住到啦。我哋而家睇下浴室，都係行呢個簡約風，設計咧以白色為主，牆身嘅花紋又真係幾靚，俾人感覺咧非常之整齊整潔。跟住又睇下細房，細房咧就相對簡單。不過道門放喺近中間位置，擺位就有啲難度啦。走廊咧仲有呢個窗，令到裏邊咧都唔會太暗。我哋行上去2樓，哇！可以話係呢個盤嘅最大賣點。呢個主人房非常之大，除一個好大嘅空間可以做睡房之外，呢部分咧可以成為工作間，
衣帽間，甚至乎一個娛樂嘅小天地都冇問題。中間咧已經做咗呢個嘅入場衣櫃，除咗咁大嘅衣櫃之外，仲有儲物室。我睇埋佢嘅套廁，又有驚喜啦！唔單止有浴缸，仲有企缸，size 咧比起之前樓下嘅浴室更加大。簡單啲講，呢間屋嘅主人咧就可以長期咁留喺呢個主人房，享受一個私人空間都絕對冇問題。我哋睇下窗外邊嘅風景，由於樓底比較高，所以望出去都幾開揚。而家業主嘅最新開價係24萬鎊。跟住我哋去 NG3嘅 Mapley， 佢位置咧就係主路轉去一個嘅掘頭路，不過道路裏邊咧就有啲窄，有時仲有其他車泊咗喺度壓住一條線，感覺嘅外座環境咧就冇頭先嗰個咁舒適。佢附近就已經有 Aldi， 行大概10分鐘咧，亦都可以去到鎮嘅中心，裏邊咧包羅萬有，乜嘢都有噶啦，所以咧都算幾方便嘅。而家睇嘅係一個 detach。佢大概咧係5年樓齡，屬於一個比較細嘅發展。佢周圍包圍住咧都係一啲舊樓，所以視覺上邊咧就冇咁舒服。由於樓齡比較新，所以佢有自己嘅 driveway， 同埋可以有充電嘅設備。如果你揸電車嘅話，更加方便。而家即刻入去睇下先。全屋咧就大概800尺。呢入屋就係走廊。我哋而家睇下佢嘅 living room 先 ，size OK， 擺到唔少嘢。業主咧亦都 keep 得非常新淨，因為佢係一個人住，而且唔算好多雜物，所以咧所有嘢都非常之簡約，感覺咧就好似新屋一樣。你聽望出去嘅風景咧就普通，都係街景同埋舊樓景為主。地下嘅洗手間咧就喺呢個嘅樓梯底下邊，唔多唔少咧都有少少 headroom 嘅問題噶啦。最緊要就係方便使用啫。同樣地都冇乜特別嘅裝修。應該同佢當時新買翻嚟嘅時候個樣差唔多。我哋睇埋廚房，廚房 size 都 OK 嘅，同近年落成嘅樓 size 咧都係差唔多噶啦。一邊咧就係圍住一個大廚房，另一邊就係擺啲細嘅餐台，做埋呢個食飯區，所有嘢都係 keep 得非常新淨噶啦。我哋出去 garden 睇下，其實咧都冇乜點用噶啦，對一邊咧就鋪咗磚。另外咧就有啲草地，花園 size 咧就相對比頭先嘅大啲。我哋上到去上層，呢度有3間房同埋1間浴室。去睇下細房先。而家咧就擺咗單人床，但係咧擺雙人床應該都冇問題嘅。佢風景就望住新樓景，都算開揚。佢裏邊仲有一個儲物室。都擺到唔少嘢嘅，跟住另外2間房咧 size 都係差唔多。擺完雙人床之後，仲有非常之多位置可以擺嘢。一個咧景觀咧就係向住落魚景，同樣望住新啲嘅樓盤，感覺咧都開揚啲。有一間房咧就望住舊屋，相對就冇咁靚。我哋嚟睇下呢個浴室 ，size 就適中，有浴缸、坐廁同埋洗手盆。不過設計上邊咧就一般普通嘅交樓標準，冇乜驚喜。由於只有5年樓齡，加上業主唔算太多嘢，所以咧整體感覺都 keep 得幾好嘅。業主嘅開價就係26萬鎊以上。跟住2間咧，同樣咧都位於 Burton Joyce NG14。係大型發展商嘅樓盤，入伙咧就係3年幾到5年，2間都係排屋嚟嘅，所以佢哋嘅格式、尺寸都幾乎係一樣。2個樓盤都係980尺，一共咧係有3層，分別就在於屋主究竟 keep 到間屋有幾新淨啦。2個屋主咧都係買咗對面馬路同一發展商嘅新樓盤，如果有人承接嘅話，就可以賣出去；冇承接嘅話咧，亦都可以賣翻俾發展商。作為樓換樓計劃，我哋而家要去第一間度睇下先。
呢間屋接近5年樓齡，屋主咧就比較多雜物，因為佢比較多小朋友，而且咧經常都拉咗呢個窗簾，所以咧採光度感覺咧係會爭少少。一入到去咧就係一個大廳，唔算好大，但係勝在咧夠市正。不過見到樓梯位就壓咗一個廳嘅一部分，淨係一個斜角位，我覺得呢個感覺就爭少少。地下洗手間咧就冇窗嘅。我哋睇下廚房，佈局同頭先嗰間非常接近，一樣咧都係一邊係廚房，另一邊咧可以擺到啲小餐台。當然 size 上邊就冇頭先 detached 嘅咁大啦。不過佢哋戶主可能因為多人同埋經常煮嘢食嘅關係，所以廚房咧係有啲污糟邋遢。我哋上一層睇下佢嘅情況先。呢度咧有浴室同埋2間房，房嘅 size 都唔算太細。我哋睇下細啲嗰間先，都擺到唔少嘢。不過由於間屋都係比較多雜物，所以我哋就快快咁樣影影就算。浴室嘅 size 都唔錯，由於係 end of terrace， 所以咧係有窗。除咗有多啲採光之外，亦都令到空氣更加流通。呢一間房咧就有2隻窗，採光都幾足夠嘅。我哋上埋去2樓睇下，上到嚟呢門口就有個儲物室，轉彎咧就係睡房。呢間房咧 size 又最大，不過咧有少少窄，但係咧就應該可以擺到好多嘢。擺完雙人床之外，仲可以擺埋 BB 床等等。我哋睇下套廁 ，size 都幾大，有天窗，不過咧就係企缸啫。整體嘅 floor plan 就同第一間嘅睇落有啲相似，不過 size 就稍為細少少啦。呢間業主嘅開價咧就24萬鎊，但係由於趕住換屋嘅關係，而家咧已經 off 咗 market 啦。另一間同樣喺呢個樓盤，一樣咧就係準備換屋，不過整體感覺就靚仔好多，因為屋主 keep 得呢間屋比較靚，而且比較有 style。佢同頭先嗰間比較，啱啱咧就呢塊鏡咁樣樣，呈相反嘅佈局。同樣一入到屋就係客廳。佢擺咗張大嘅 L sofa， 買咗只係幾個月，而且佢話亦都好怕麻煩，可以留低呢個 sofa 喺度添，真係估佢唔到。整體感覺咧就比較舒服。洗手間咧佢都有牆嗰度油咗顏色，感覺就多啲個性，而且咧整體比頭先睇落就更加新淨。可能因為咧佢本身層樓都係3年幾。至於廚房嘅佈局亦都係差唔多，不過只係相反方向。而屋主咧就自己搭咗呢個嘅木台同木燈，燈下邊咧就可以做儲物，亦都可以留低俾買家添。至於 garden 亦都擺放咗唔少心機，有屋仔同埋唔少嘅戶外家私，尺寸咧就唔算大，所以應該唔難打理。我哋行上上層睇下，佢嘅尺寸同 layout 幾乎都一樣，即係每間房自己獨立嘅裝修擺位有啲唔同啫。望出去咧都係一啲新樓嘅樓景，不過咧都尚算開揚。咁我哋而家2間房慢慢俾大家睇下先。至於浴室呢個單位就靠住隔籬嘅排屋，佢咧就係黑廁嚟嘅，相對咧就冇咁光猛。不過咧業主咧就保養得宜，感覺咧都非常之新淨。最後我哋去埋頂樓。同樣一間大嘅睡房，擺放咗大衣櫃、king size 床，另一邊咧有 sofa 同埋梳妝台。不過咧擺完之後咧係有少少逼仄嘅，走動位置咧就冇咁多。另外去到 ensuite， 同樣都係咁樣嘅格局，不過就加上少少自己嘅 style 同埋層架。另外仲擺咗乾衣機，有時佢會打開天窗吹乾下啲衫。2間相比咧，呢間咧就保養得非常之好。而且屋主就願意留低多啲家具，縱然咧而家係未需要收呢個管理費，但係佢同我哋講咗，原來簽約嘅時候已經特別提到，將來咧係有機會再收翻噶。呢樣嘢咧就值得大家考慮下啦。業主開價咧係235000鎊。喺錄緊音嘅時候揾翻啲資料咧，佢同樣都啱啱 off 咗 market， 準備搬新屋啦。老實講，呢幾個盤咧我都覺得幾靚嘅，而且性價比都幾高。
有朋友亦都睇中其中一間，曾經試過 place offer，大部分業主嘅態度咧都比較強硬，冇乜議價空間，或者之後會擴闊下其他嘅可行性，睇下唔同類型嘅樓盤啦。之後我將呢幾個樓盤嘅資料同埋數據交咗俾 AI， 然後咧做一個排名，睇下邊間屋最適合唔揸車、young couple 或者係單身貴族。再根據埋面積、樓型、座向、室內裝修、地點同埋治安，最後睇埋定價呢啲元素咧作為評分標準，以30分為滿分。唔知佢係得到幾多分呢？第4位就係 Burton Joyce 有5年樓齡嘅 End of Terrace。AI 分析就認為佢向北嘅座向採光度咧就比較少啲，喺冬天咧就會比較差啲啦。加埋將來新區有呢個管理費，喺同區樓盤互相競爭之下咧，佢就認為喺4間嘅排位裏邊佢又最低啦。佢得分咧係22.5分，其實咧都唔算太差嘅。第3位就喺佢附近同一個新盤嘅樓齡咧，佢相對新啲，加上佢 keep 得比較新淨，整體嘅裝修亦都比較 modern， 佢嘅座向咧就比較好啲，所以得分咧亦都相對高少少。有23.5分。第2位就位於 Gatling 嘅 Mid Terrace 啦。首先佢係4個樓盤裏邊最大嘅，加分位當然就係頂樓套房啦。加上咧都保養得非常之好，又幾新淨，亦都冇管理費。AI 就認為佢係性價比之王，得分咧就25分。第1位都呼之欲出啦，就係位於 NG3 Mapley 嘅3房 Detached House。AI 覺得間屋保養得非常之好，如果冇特別要求，其實可以完全零裝修，即買即住。雖然個 size 係全部嘅最細，但係佢所有嘅空間格局都非常之市正，加上靠近市鎮中心嘅多數都係舊樓，5年嘅樓齡咧屬於比較稀有，而且獨立屋係更加受歡迎，亦都冇管理費。AI 認為佢嘅保值力係會最強嘅，佢總得分就係26分。唔知你又認唔認同 AI 嘅分析啦？呢幾個樓盤你又最中意邊個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。下一集我會睇下幾間做過大型擴建嘅舊樓，室內裝修非常之 modern， 但係又未必啱個個人嘅心水。想知實際情況係點？記得撳定個鐘仔，下集就唔好錯過堪記士多啦。拜拜。Let's dance, let's